来看台北有一个驾驶驶经过松山区的路口，警察讲伊无让过路人，甲伊开罚单。不过，这个驾驶坚持伊无看到人，提起申诉。总是讲今年顶半年，敢若新设的科技执法路口，上无都有3600件的交通事故。交通部即阵要设立过路人的优先区，伫咧规定的区域内底限速20公里，嘛袂使骑喇叭，伊阁则袂施行。市顶起步道弯过路口后一秒，警察忽然间过来处理。啊？对，他离超近这么近呢。驾驶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和警察开始弯，说共款是食红单，违规的行为是无停让行人。亲眼目睹白色自小客车距离行进中行人3公尺内，如认为有未违规情事，可依规定申诉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的松山区，驾驶还讲伊会当看到的范围内面无人，但是警方出示监视器讲开发有依据。即马驾驶已经提出申诉，要等裁决所来厘清谁对谁唔对，但是路口无要停让，一直是伫国内定方提出来批评的交通乱象。两台汽车拢小连续抢紧抢要先行，几工前嘛有公车无停让。根据警方的数据，一寡有精设科技执法的路口造成的事故，今年前半年共款嘛是有3600多件。要改善道安，即马交通部嘛提出新规定，就是会配我们的行人设施条例，就是要叫地方政府他们可以去划设这个行人优先区范围内，就是有不能够进，就是记名喇叭跟要减速慢行的这样子的要求。那在白字配图都是新增加的行人优先区的标志。未来只要有看到伫规定的区域内面，毋若伫必要的时阵爱停车等行人，对起点到终点车速嘛袂当超过20公里，搁较禁止骑喇叭。另外，中央嘛授权地方会当家己来规划设置路段。对驾驶人是比较，他觉得会比较慢嘛，但是我觉得是 OK。你只要在一般的小道路，日本的车子都是开很慢。要看路段吧，有的路段应该不太方便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说又是那种上下班时间的话，应该会挺塞的吧。这个新规定，官方暗算伫10月开始做，民众要注意讲，涉及一般的超速，上悬会当罚2400；若是严重超速，金额上悬会当罚到3万6。记者综合报道。